对于棒球的故事，许多人朗朗上口，但是今天遇到的张永文教练做的事情很不同。走进用货柜改造成的简陋球具室，随手拿起的不是球具，而是爬土用的工具。我包括电焊机都有，你看到没有？水啊，电啊，自己接啊。自己接也自己焊啊。汐止山上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练球场地，从市区学校上山的交通问题，他也得一手搞定。你以前本来就会开这种大型车吗？不会，我要载他们去学习啊，去考照，到桃园去考。超级保姆的硬肩膀扛起孩子们的棒球梦。想当年，蔡仲南、黄龙义也像眼前这些小毛头。一大摞厚厚的简报老照片，记录着汐止国中、国小辉煌的记录。而张教练23年的教球岁月，在台湾棒球史难被抹灭。喜欢做了，你不做就很奇怪。闲不下来了，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、解决困难。冇问题，某问题，把有问题变成没问题。张总教练的人生哲学，凭的是真功夫、硬底子与骨子里蕴藏的客家精神。某问题，某问题。